黃金廣場內分手，在時代滿愛再聚。嗱，小馬哥身後邊咧，大家都熟口熟面啦，冇錯。今集咧就係要介紹銅鑼灣。嗱，大家咪噓住，可能咧你會問，我仲熟悉過你啦，使鬼你介紹咩？不過除咗身後邊嘅 Sogo 之外，大家又記唔記得以前嘅日資百貨公司嘅黃金歲月呢？嗱，好似有大丸啊、三越啊、Sogo 啊，仲有松板屋添。嗱，就不如帶大家返去以前嘅黃金時代啦！喂，聖誕老人啊，我想送聖誕禮物俾我爹哋媽咪同埋我細佬，仲想同佢哋食聖誕大餐添。咁你快啲嚟大丸同食街啦，仲有幸運大抽獎添啊！講起銅鑼灣昔日嘅日資百貨公司，就一定離唔開大丸百貨。香港大丸嘅誕生，其實並唔係單純由日本企業直接來港開店，而係透過日本資金、香港富商同埋銅鑼灣地主三方合資而成嘅。當年日本大丸百貨透過香港富商張玉麟，再經利氏家族成員，即係銅鑼灣大地主嘅利銘澤拉線，成功將日本大丸引入香港。佢哋選址銅鑼灣核心地段，毗離佐治街與百德新街交界，即係現時嘅 Fashion Walk。喺1960年11月3號，香港大丸百貨正式開業，佢成為咗香港第一間嘅日資百貨公司。香港大丸一開業係走中高檔嘅路線，當其時店內嘅所有貨品佔咗60%係日本製造。對於戰後仍然發展緊嘅香港，呢啲日本嘅商品不但新穎，而且品質可靠，迅速受到市民嘅歡迎。更重要嘅係，大丸帶嚟咗好多樣唔同嘅突破經營理念，其中最具代表性嘅就係堅持不議價。呢一種做法喺當其時仲係以價還價嘅零售業環境裏面，顯得非常前衛。同時，大丸亦嚴守日本百貨公司嘅服務態度，店員嘅彬彬有禮，服務細心，甚至被唔少市民認為比當時嘅本地公司更加有親切感。結果大丸開業嘅翌日，即係1960年嘅11月4號，全店就吸引過10萬人幫襯，場面非常轟動。而當年最令人津津樂道嘅，莫過於化妝部請嚟着和服嘅小姐，親自為香港嘅顧客化妝。呢一種結合咗異國文化同埋現場體驗嘅銷售方式，喺當年可以話前所未見，一度成為城中熱話。因為當時佢化妝品部咧係設喺地下嚟嘅，佢面向街，咁啊啲玻璃色櫃係睇到晒嘅。咁佢每個 counter 周時都請啲日籍嘅化妝師啊，咁啊甚至有時着埋和服啊，咁喺度示範化妝，可以吸引好多男士咁啊好奇，咁啊駐足停留喺度，或者喺外邊隔住玻璃咁樣觀望嚟欣賞嘅呢一個情景係有嘅。自此之後，每逢週末假日，大丸就成為咗香港一家大細嘅好去處，無形中改變咗香港現代人嘅購物模式。嗱，以前咧要諗起買日式嘅食物咧，我就會諗起新大丸嘅超級市場嚇。當其時非常之墟冚㗎，個個都撲到落去咧一睹新嘅最新運過嚟嘅日本嘅食物。但係時勢易，而家當然就會諗起後邊嘅 Donkey 啦。進入咗80年代，大丸仍然嘗試轉型同埋擴展。喺1983年，大丸喺鄰近嘅京士頓街擴展營業，增設超級市場同埋家品部。不過自90年代，租金上升同埋消費模式嘅改變，大丸開始逐步縮減規模，最後只係保留超級市場嘅部分。嗱，記得咧嗰陣時咧，我自己咧第一次咧去試呢一個嘅新大丸嘅超級市場裏面啲食品咧，就係媽咪咧喺裏面咧就買咗一個咧合味道嘅一個杯麵嚇，嗰陣時係全日本製造運過嚟嘅。咁啊嗰陣時嗰種味道咧，到而家都即係一生都難忘，同而家嗰啲嘅合味道杯麵咧係有好大分別嘅，特別係嗰個蛋咧
係嗰種味到而家都仲係喺個腦海裡面，連啲湯都飲埋。你話正唔正1998年6月25號，大丸正式宣布結束所有香港嘅業務，其後原址改建成為今日所見嘅名店坊。值得一提嘅係，百貨公司開業前後，大丸曾經喺電台以香港大馬路大丸百貨公司作廣告宣傳，因此被唔少市民戲稱為大馬騮，成為咗一段有趣嘅歷史。回望70、80年代嘅香港銅鑼灣，日資百貨公司嘅陣地，除咗大丸，仲有松坂屋、三越同崇光百貨等進駐，形成咗一股強烈嘅日本購物熱潮。但隨住日本嘅經濟不景氣同埋香港嘅消費模式改變，最終陸續結業。而日本嘅崇光 SOGO 亦都喺千禧年代宣告破產。最後，劉鑾雄細樓夥拍鄭裕彤擊敗新地、李嘉誠等對手，以35億奪得香港崇光經營權同埋銅鑼灣物業。雖然銅鑼灣日資百貨嘅黃金時代已經畫上句號，但係喺好多香港人心目中，仍然留下難忘嘅集體回憶。記得咧細個嘅時候咧，喺銅鑼灣要諗翻一啲經典嘅餐廳咧，一定有太平館啦、金雀啦。我身後邊嘅新寧餐廳咧，一定走唔甩啦。記得咧以前咧就喺禮頓中心嘅 basement 嗰度，咁都帶過唔少女朋友咧去食㗎嚇。咁最記得經典嘅就係田螺餐同埋個火焰雪糕，同埋貪佢夠黑掹掹啊嘛。食完呢餐肯定做到你女朋友，所以 let's go 懷舊一下先。新寧餐廳可以講係香港嘅老字號西餐館。喺1948年開業嘅佢哋，集合咗英、法、俄3種嘅菜式。喺50年代嘅香港，平均工資為每月40-50蚊，而新寧餐廳嘅牛扒當時就要9蚊，屬於高級消費。連恒隆銀行嘅老闆莊清泉同埋李嘉誠都係新寧嘅熟客，可以講係經典嘅富豪飯堂。同小馬哥一樣，我成日嚟，我都好中意食呢度嘅法式田螺架。頭先就講啦，我兒時咧就帶過唔少女朋友咧嚟新寧餐廳咧，就去食呢個田螺餐同埋食呢個火焰雪糕嘅。女朋友咧就當然冇啦嚇，咁所以咧今日咧請咗兩個咧扮住先啦嘅哎呀女朋友，我哋一齊 plan 過睇下邊個先就係 Fanny 同埋阿 Carmen 啊，我冇乜得女士嘅朋友。想講係話説好笑，頭先喺架 lift 度咧，突然間我哋話上嚟，不如影翻呢個我兒時嘅回憶啦。都撞到 Carmen， 跟住 Carmen 就約埋 Fanny 就一齊嚟咧，就扮喺度食。但係佢哋咧又話：我都覺得唔係成日嚟食㗎啦。但係個回憶咧話咧要食田螺餐，佢哋異口同聲都叫咗3個田螺餐，我哋好好笑。我哋諗老咗咧，要吹翻個餅頭嚟食。係啦，見到呢度附近啲人咧都係 set 好晒頭啦，即係嗰啲荷哩梨頭嗰啲咧，嗰啲全部喺度食嘢㗎喎，係一件大事嚟。要下次吹翻。你都啱啱 set 完頭，佢點解會喺度見到佢咧？就係佢做完個剪完頭髮 set 完個頭啊，好勁啊！好啊，咁事不宜遲，我哋不如等食啦嚇。究竟有幾經典？唔使講，你睇下兩位女士即刻用電話嚟去自拍打卡啦，你就知道呢度係經典嘅經典啦。你要食呢個同埋呢個咁樣嘅嘢，哇幾耐冇用過，大佬真係。頭先法國有冇食過蝸牛啊？喂，講真，呢啲蝸牛係咪真係法國？我真係問號啊！肯定唔係啊，肯定唔係法國㗎啦。喂，已經唔記得咗點用添啊！真係笑死我真係。喂，最正就係要食埋佢嗰啲薯蓉啊！哇，係嗰陣味啦，係嗰陣味啦，係咪回憶翻晒嚟？要初戀啊！初戀啊！喂，終於到啦呢個扒嚇，一路食一路講啊！如果啱啱認識階段，又唔係好熟嘅時候 ，flirt 緊嘅時候約你去，即係你會去中意嗰啲咩李景灣咧，靜靜地啊，定係中意熱鬧？即係有冇 preference 係想去咩地方？不嬲都熱鬧嘅呢
係熱鬧。Fanny 咧，好食就得。係，即係可能突然間係咩？即係突然間可以去咗一間食館，可能係油麻地嘅，但係好正啲嘢食小炒王咁樣好正，你就都 OK 嘅，但係唔夠靜喎。嗱呢度咧夜晚我哋較暗啲燈嘅，而家 lunch 就冇啦，係即係談情係一流，傾下偈，了解下對方係一流咁樣卡位，有冇咧？情仔餐廳。好難摸到佢真實，因為已經咧兩個咧已經好安穩咁有一個好好嘅生活啦。距離去拍拖嘅時間實在已經係有一段時間，所以咧唔作準。我唔相信佢哋拍拖嘅時候會去啲粗茶嗰啲，唔知嗰啲飲住啤酒藍妹嗰啲鋪頭，我唔相信。好食嘢。時至今日，你搭小巴可能仲會聽到有人講大院有落，其實正係講唐街嘅小巴站，證明咗大院喺香港人生活中嘅深遠影響。雖然大院百貨已經成為歷史，但係佢留下嘅唔只係一座建築物，而係一段關於香港城市發展、消費文化嘅集體記憶。今集你未必知道嘅香港歷史系列銅鑼灣篇就講住咁多先。約定你下集馬年跑馬地見。